伫高雄小港的安泰病院，一个医师叫做王明树，伊甲人做这减肥手术的时阵呢，煞造成2个患者死亡。即卖卫生局调查是发现，这手术的过程无符合标准，而且也有超收费用，也有医疗器材无合法的情形，所以医庭会是决议来废掉伊的执照。目前，这个王明树是以200万交保，互检方限制出境出海。 来到小港安泰病院门口，发现患者明显减少。大门口有打广告讲，外科门诊甲短期业务要暂停到11月底。这是因为安泰病院医师王明树替病患做减肥手术，小煞造成2名患者死亡。经过卫生局调查认定，王明树动手术不符合国际标准，医师停改回决议，正式废掉伊的医师执照。另外，包括手术超收费用、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等等，除了罚款，也依上检调侦办。而院方也因为同意王明树执行正义手术。 业务管理有欠点，和卫生局下令外科门诊短期业务停业3个月，包含安泰医院外科业务停业3个月。医审会也决议废止王明宇医师执业执照，相关案情并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所以你也是对病院做有信心的？有啦，这件有。啊，像你谈到讲这种问题，我就感觉讲较无可能的。可能是人嘿啦，伊可能是哪迄款捌哩。 因为医师甲病机拢有违法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，检调当规查3针对王明树住的所在、公司甲医疗场所来进行敲催，查考交易资料等相关证据。测试透早也传被告甲相关证人到案说明，约谈了后，检方裁定王明树200万交保。本署检察官就王姓医师涉犯医疗器材管理法等案件，于昨日执行搜索，并于今日凌晨讯问被告王姓医师后，预支交保200万元及限制出境出海。卫生局调查，拢总有67人互超收费用，一案罚5万，拢总罚病金335万。同时限院方9月30进前，爱将超收的钱还给患者。针对卫生局相关调查结果甲处罚，院方内部表示，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，因无方便讲啥。记者柯亚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